一場人禍下嘅大火，大埔宏福苑燒咗43小時，168人罹難。但係比大火本身更值得香港人深思嘅，係火熄咗之後，呢一出黑色荒誕劇究竟點樣繼續演落去？災後黑色荒誕劇嘅第一幕係狡猾嘅港共政權借土地審裁處之手解散原有嘅業主立案法團管委會，以協助災民嘅德政包裝，委任華懋集團旗下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全面接管。而實際上，合安由始至終都只不過係港共政權用嚟卸責嘅稻草人。土地審裁處今日咧就政府引用建築物管理條例，正式咧批准解散現有嘅宏福苑業主立案法團嘅管委會，並且委任華懋集團旗下嘅合安管理有限公司為委任嘅管理人。法庭咧亦都認為現任管委會確實咧喺能力上咧係有所局限，而合安咧就擁有充足嘅經驗同埋資源，能夠提供恰當嘅協助。業主聯署要求召開大會，討論點樣善後、安置同埋追究責任，但係就足足拖咗將近8個月先至召開首次業主大會。災民要求容許多次返屋苑執拾遺物，但係就被指不屬管理人職權。要求公開8座大樓完整勘察報告，同樣一再遭到推搪拖延。合安嘅解釋永遠一句：合安唔代表政府，亦唔代表其他團體。議程並非法團管委會嘅職權範圍，唔能夠表決。合安存在嘅意義，名為為災民提供專業服務，實則似乎就係政府嘅防火牆，擋住災民嘅追問，擋住災民嘅怒火，將所有應該負責嘅部門，通通隱蔽喺一間商業管理公司嘅背後。係好失望，係好失望。我對呢個合安嘅安排極之失望。政府從頭到尾都無需親自向災民答問，更遑論問責，因為出面嘅永遠係合安，而唔係官員。而合安對災民嘅追問，亦用盡各種手段迴避。佢根本冇地方俾我哋發問啊！佢唔會俾我哋發問啊！佢冇咩乜都冇啊！同埋佢對住電視機發咩問咩啫？冇得問㗎！好啦，唔好講啦，你班啲差人望住我啦，就係一陣間你到時話我擾亂秩序啦。黑色荒誕劇嘅第二幕係呢場歷時長達9個月、耗資不菲、動用30場聽證會嘅獨立委員會，寫出一份627頁洋洋灑灑嘅英文總結陳詞，巨細無遺咁列明火勢迅速蔓延嘅原因，檢討大型樓宇維修各環節，檢討法規同埋提供建議。但係報告寫得越詳盡，就越顯得諷刺。原來追究刑責不屬於委員會職權範圍。一場舉世矚目嘅世紀慘劇，168條人命，換嚟嘅唔係邊個要辭職，邊個要負刑責，邊個要負責賠償，而係一紙冇任何法律制裁效力嘅空文。總之呢個聽證會冇法律效應嘅，就係俾唔到我哋一個結果。犯咗法嗰啲人又唔好出庭嘅，好多個都話可以唔出庭。正如我哋成日話黃碧居點解唔出嚟自己澄清自己嘅嘢，咁佢都唔需要揾佢，咁更加黃碧居可以即係點行都得噶啦，第日都。呢一切正正係整場調查嘅精妙設計，將大火人禍轉移焦點喺檢討技術同埋程序細節，但係同時間就確保冇一個真正有責任嘅機構同埋個人需要為168條人命負上任何責任。
嘅授權書嘅？個業主授權我咪，佢咪業主咯，佢都唔識你，點授權俾你啊？我就係你係咩業主？我係人嘅。我係你唔談得啩咩，小姐？但點解由你嚟處理先？咁佢都唔識個業主，又何來授權咧？佢連我係業主都唔認同，好冇？呢個又係問題，你明唔明啊？喺呢刻嚟講，我哋呢個覺得，如果係原址重建，唔係好實際。原址重建其實我哋講得好清楚啦。我哋唔會做李鄭愛苑嘅，我同佢係買咗佢嘅單位先。立法收回業權點咧，我都清楚講過，呢個絕對咧係一個可能性嚟嘅。黑色荒誕劇嘅第三幕先至係真正要害所在。港共政權一口咬定宏福苑災民要求嘅原址重建不切實際。所謂不切實際，其實係一場大火後精心計算嘅毀滅證據、毀滅記憶工程。拆卸之後起公園或者社區設施，所有原址重建可能引申出嚟嘅監管責任就可以一併蒸發，用一片草地、一個公園埋葬168人枉死嘅鐵證。宏福苑災民各散東西，亦都埋葬咗香港人對今次大火因為港共政權官商黑勾結釀成慘案嘅記憶。黑色荒誕劇嘅第四幕，呢一幕同第三幕緊緊相扣。一場借本來屬於災民嘅錢套取災民業權嘅財技操作，先至係最令人齒冷嘅一幕。宏福苑法團喺大火之前已經購買咗上限20億元嘅結構火險。呢一筆錢本來屬於全體業主，用嚟重建家園。同時，社會各界捐出嘅善款，亦同樣係為咗幫助災民重建人生。但係港共政權嘅原址重建不切實際嚟講，我哋呢個覺得，如果係原址重建，唔係好實際。原址重建其實我哋講得好清楚啦。我哋唔會做啊。點解？就直接引導去政府收購。佢係買咗佢嘅單位先。立法收回業權點咧，我都清楚講過，呢個絕對咧係一個可能。就將呢兩筆本應屬於業主嘅資源，直接計入收購業權嘅對價之中。港共政權變相用業主自己嘅錢買走業主自己嘅家，連未被大火波及嘅宏志閣都不能幸免。更荒謬嘅係，中國太平保險公司代表喺業主大會上表明，具體保單責任要留待獨立委員會同埋政府部門完成調查之後，即係最快要去到9月甚至10月先至能夠評估。但係政府設下嘅收購期限係8月底，業主必須喺完全未知道自己應得多少賠償之前，先簽紙轉讓業權。而一旦簽署火險索償權，就立刻轉移俾政府。換言之，保險公司無需直接面對眾多個別業主嘅索償，只需同政府商討了事，而政府先用公帑墊資收購。日後再向保險公司追討賠償，實際上係用政府嘅名義將本來屬於業主嘅保險金回收入自己嘅袋裏面。一場保險公司同政府嘅無縫對接，將賑災變成咗一盤穩賺不賠嘅無本生意。佢話唔重建啊嘛！呢四幕黑色荒誕劇環環相扣，佈局之精密，遠遠超過一般官僚失誤能夠解釋。呢一部係完整嘅卸責奪產劇本，四幕緊扣，將168條人命嘅公道徹底貼上封條。全部都係唔理想，全部有錯嘅，但係冇一個人官員出嚟，可能佢覺得我哋唔重要啦。嗰啲宏福苑居民，咁你死咗160幾，咁咪由你咯。但係你而家係立晒啲錢款，跟住又落你公帑，你唔好當我哋宏福苑啲街坊係傻噶嘛。咁根本你哋係有預謀咯，我覺得係咯。咁你又揀強逼人哋宏志嗰啲冇事去買，係咪先？因為你宏志都係得一個單位，你冇可能超咗一個單位你就叫人成棟去賣俾你噶嘛。你係鏟晒人成棟，成件事係荒謬嘅，真係。呢一套荒誕劇本並非香港獨有。2010年上海靜安教師公寓大火，官方數字燒死咗58人，同樣係維修工程違規，分判剝削，善款懷疑被侵吞。
2011至2016年間，廣東陸豐烏坎村土地遭私賣侵佔，村民追討多年不獲賠償，抗爭者反被拘捕判刑。2019年，河南59戶村民因補償唔合理拒遷，鎮政府強拆民房。2022年，長沙自建房倒塌，壓死咗54人，監管視若無睹多年。自建房倒塌更是屢見不鮮。2024年，陝西丹寧高速橋梁垮塌，62人死亡失蹤，勘察、施工、監理造假。2026年，晉江鞋廠大火，消防通道堵死，官方死亡數字疑似造假。以上所舉嘅幾個例子，亦只係多年來嘅冰山一角，刻木而出一轍。宏福苑事件唔係香港一時一地嘅荒謬，而係中共政權喺神州大地反覆重演嘅同一套權力邏輯。砧板永遠唔會空置，今日喺砧板上嘅係宏福苑，明日任何屋苑、任何人都可能係砧板上嘅一塊燒肉，無一幸免。